别过来！阿生，真的那么好？别闹着找，就算把他腿打断，老子也要玩到他！阿生，帮帮我！不行，灵气被你吸走会降修为，我会破功的。这是什么怪？灵气被吸干了，我成凡人了。找到了吗？江总，他就在这儿，消息包可靠。你们听好了，秦卓这个死渣男十分狡猾，一份工作绝不会超过1个月，这次一定不能让他跑了。哥哥姐姐，小豆豆，哥哥姐姐，我没有爸爸了，你们能不能帮帮我捉到爸爸呀？秦卓，你跑不了了，抓他，抓他！女儿，对不起，让你生在世家，豪门世家是最无情的。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爸爸，让你在家族里有名分。秦卓这个死渣男，为了躲我，6年来换了无数个职业，修空调、跑外卖、盲人按摩，这次又是什么？现在是个卖鱼的，今天是来参加同学聚会。卖鱼的？我靠，秦卓！自从那天被吸干灵气，境界就跌落成凡人了。6年，知道我这6年怎么过的吗？我只能隐藏身份，调查父母之死的凶手。根据我入职360行紧密调查，我爸妈的死跟赵家有关。老同学赵有文就是赵家子弟，可以从他身上突破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班长吗？大才子怎么混成这样啊？哎呀，生意难做嘛，被迫下海喽。不过如烟不愧是我们当年的班花呀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考虑跟哥干？哥给你介绍一片海域。如烟，秦卓这是在嘲讽你下海被赵哥包养啊！我说秦卓，给你脸叫你一声班长，老子要是不正眼看你，你他妈算什么东西啊？怎么看到你当年暗恋的女神成了我女人，你心里很不爽呀？全校才子暗恋校花，这事儿谁不知道呀？看着自己的女神对别人服服帖帖，怕是班长心里也过不去呀。听说秦卓还是个光棍呢。真是的。哎呀，你们讨厌！我们佑文啊，可是赵家的子弟，赵家的京海可是只手遮天的存在，只有蒋家的大小姐蒋云宁才能与之掰掰手腕。住嘴！蒋小姐的大名也是你能直呼的？在家族里，除了家主跟我大哥之外，连我都要对蒋家用尊称。再说了，你说你们聊这么高端，这个底层的穷逼，他能听懂吗？秦卓，你的女神很润，每晚都很会讨好我哟。注意安全啊，记得去体检。秦卓，像你这样的穷逼，还有脸嘲笑赵少？看你这样，一辈子只能靠着幻想的穷屌丝，有哪个女的能看上你？蒋玉宁，
蒋玉宁！我天哪，我没看错吧？蒋家集团蒋玉宁？不是，都是上流的大人物，我见着活的了。什么时候？这真的假的？什么时候生的呀？蒋小姐生孩子了，这没听家族里说呀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秦卓爸爸，小朋友，你喊的是我吗？爸爸，我好想你啊！你为什么一直躲着豆豆？哎，小宝儿，话可以乱说，爹不能乱认呐。哦，不对，话也不能乱说，咱们要做不撒谎的好孩子，对不对呀？我没认错，妈妈，爸爸不认我。秦卓也太不是个东西了，就是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不是，我赵少，这女的真是蒋玉宁？她怎么能看上秦卓这样的穷逼呀？我怎么知道？秦卓这几年都是在打零工，没什么正经工作，干啥都干不成的废物，怎么可能被这种顶级世家长女看上？豆豆没有认错，秦卓，你最好还记得姑奶奶我。好热。是你，死渣男，少废话，走，跟我结婚。跟我结婚。蒋氏集团手握几百项专利啊，这市值何止千亿，简直就是无法估量。这种家境的女人居然上赶着要嫁给秦卓，我都看不上她，她居然这么主动，真是让人没办法接受。这何止是主动，这孩子会打酱油了。秦卓有什么好的？走，结婚。等等，这个女人是蒋家的人，青海就蒋赵两家最大，难道她和赵家有关系，来试探我的？虽然6年前的确是一场冲动，但6年能发生的事实在太多了。抱歉啊，我不是什么随便的人，在确认她是不是我女儿之前，我不能和你结婚。我没听错吧？千亿女总裁求嫁，怎么班长还拒绝了？你的意思，我是随便的女人？哼，当然了，我又不认识你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水性杨花呀？我又不了解你的人品。死男人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我嫁给你这个无业游民，你以为我愿意啊？要不是因为我6年前一时冲动，你以为我愿意嫁你啊？你先松手，有话好好说啊！爸爸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不喜欢我和妈妈吗？他敢啊！6年前得了便宜就提起裤子不认账的王八蛋，他敢不喜欢我？不喜欢我？你那天还那么鞠躬尽瘁，你看着这人，我靠，全京海最美的白菜，真让秦卓给拱了！我就是想验证一下真伪，你一张嘴我就认了，我不成冤大头了吗？再说了，真是我女儿吗？就那一次就中招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想让我夸你一次就成是吗？不必。看好了，亲子鉴定书。今天你不跟我结婚，你哪儿都别想去。今天非嫁你不可。今天非结婚不可。来人！哎，等等，我还没看清楚呢。叔叔，辛苦你们了。哎，小老板，叔叔不辛苦。妈妈走。等等，豆豆，你先跟叔叔们回车里，我一会儿就过来，好吗？好。蒋小姐，他打人了！
说什么了？蒋小姐，我也是赵家子弟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管不好他的嘴贱，我替你管。不服气啊？让赵天辰来跟我谈。耶！我有爸爸了，再也不是野孩子，不是野种了。豆豆，是谁教你说刚才那些话的？爸爸，小朋友们以后是不是不会说我是野孩子了？豆豆，以后爸爸不会再消失了，你本来就有爸爸呀。另外，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爸爸会飞，就像电视剧里的一样，可以御剑飞行。耶！我有超人爸爸了！耶！希望你不要让我的女儿失望。多多需要你这个父亲，才能被家人接受。秦卓，你我本身没有什么感情基础，算是合约婚姻，但只要你对兜兜好，你的私生活我不会干涉你。不过我最近家族生意很需要我没有功夫再抓你了。要是你再敢跑的话，小心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好，那你白天的私生活我不管你，晚上回家来陪孩子。讲师别远，导航就能到。走吧，兜兜。爸爸，你过来。怎么了，豆豆？爸爸再见。爸爸晚上见。这是我的灵气，我的灵气正在聚集。我恢复解突破了，这是兜兜的灵魂与我产生了共鸣。兜兜，真是我女儿。爸，赵天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给我滚出去！蒋云宁，赵少是来帮咱们的，你说话给我客气点。爸，就是因为他6年前给我下药，要不是我拼命逃的话，我就被侮辱了。你怎么还可以帮他说话？哼！早知道那天之后，你和那个野男人生了这个小野种，我还不如让你嫁给赵少呢。爸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是你亲女儿，兜兜是你亲外孙女，你怎么可以当着她的面说这些话？老爷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我有爸爸了，我找到爸爸了。滚出去！兜兜，小杂种，脏了我们蒋家的血！爸，你在干什么？他才5岁。我倒想问问你，为什么自从生了这个小杂种，满脑子整天就是找他那个野爹，对咱们公司是不闻不问、不管不顾，导致我们蒋家现在面临经济断裂危机。兜兜，快起来！兜兜别怕，妈妈在。爸，我是在找秦卓，但是找秦卓能花费公司多少资源？这些年都是因为赵家他在恶性竞争。恶性竞争？蒋云宁，要不是我赵天辰，就喜欢你这又大又圆。你们蒋家，自作自受。豆豆，不要！老子都没嫌你未婚生娃，你他妈在这装清高呢！我告诉你，我赵天辰想睡的女人就没有睡不到的。不要！灵魂共鸣不会错，兜兜就是我的女儿。
我甚至可以感受到豆豆曾经的记忆。这是豆豆受伤了，内脏损伤，谁打的？爸爸是什么意思？老爷说过了，没有爸爸不能进家门。这是又进医院了。打我妻女，你们真该死！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没有爸爸是不可以坐沙发的。钱卓啊钱卓，你真该死！满脑子想着复仇，连自己的女儿都认不出来。你甚至还……你的意思，我是随便的女人？哼，当然，我又不认识你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水性杨花呀？没想到你们母女这些年过得这么不容易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豆豆有危险！爸爸妈妈，救救我！老爷豆豆错了，救我！这个小杂种到现在还惦记他那个野爹。赵少，你别客气，这个孩子跟我们蒋家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他的存在简直就是我们蒋家的耻辱。只要您今天能够伸出援助之手，您随便处理。赵总，不要！赵总，你不要打我女儿，你不要伤害她。我给你磕头了，我求求你，不要伤害她，我给你磕头了。你不是想要东区那块地吗？我可以给你，只要你不伤害我女儿，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钱，老子穷的就只剩下钱了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做我的狗。玉宁，愣着干什么？快点戴上了！你只要一戴上，咱们家族的财务危机就迎刃而解了，几千亿的大窟窿啊！啊，别人想求都求不来的机会，戴上，快戴上！贾明涛，我这玩具可就只有一个。哈哈，对，贾明宁，把孩子马上给我丢到楼下，跟赵少走。跟赵少走。你做梦！给脸不要脸的贱货，给我吃！豆豆，给我吃！你们昨天不是很牛吗？啊！给我吃！给我吃！给我吃！吃！干什么呢？来看你家主人是不是在找死？敢来这闹事儿，上！豆豆，你，我让你不听话，我让你不嫁人，带个圈怎么了？委屈你了吗？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让你不听话，让你不嫁人，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畜生！
我知道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小杂种不肯嫁给我是吧？呸！别装了，我肯定猜对了。别怕这个没了，我再给你加个种。爸，我给你磕头，我求你了，快放过我女儿，再这样下去她会没命的。你给我滚开！赵少，您千万不要照顾我的面子。这个小杂种，您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哼，要是真死了，也好让这个逆女，哼，死心。走。不要！小杂种，你不是喘不过来气儿吗？那叔就带你透透气儿。不要！那废物老爹要是敢来的话，我送他下去陪你。秦卓，豆豆的呼吸道被他们用糖块堵塞了，呼吸不过来了，你快救救我们的女儿！豆豆，怎么样？江明涛。这他妈是你的人吗？赵少，这个人我不认识啊。你谁呀？敢到我蒋家来闹事，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。大哥，我认识他，他叫秦卓，是我曾经的同学，就是个臭卖鱼的。就是他和蒋云宁生下了这个野种。怪不得这小杂种身上有一股腥臭味呢。原来是臭卖鱼的基因呐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秦卓，你这个靠女人的孬种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给老子磕头道歉，这样……打我妻女，你找死！打我妻女，你找死！精彩，真精彩！怎么，你要救他？哎，别误会，他只是我们赵家旁系的一条狗而已，您随意。大哥，我就算是狗，也是赵家的狗啊！救我呀！蒋明涛，他说的对，他可是我的一条狗啊！哼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蒋云宁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纵容你的野男人来得罪赵总，我的老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今天你给我，一群废物，有点脾气就冲女人和孩子。我现在给你们3个一个机会，跪下来给我老婆孩子道歉。谁磕的最响，我留他一个全尸。秦卓是吧？你混哪里的？问你娘去，也许她记得20年前的事。说什么？你信不信我弄死你都没人管啊！吓唬我？你知不知道我们赵家可……不是吧，赵少，你欺负我女儿，侮辱我老婆，这么大的仇，你以为我开玩笑呢？哪有这样？我当着你的面让你老婆爽飞起来，你敢动我？找死！来试试啊！
三兄弟可是我每月花上亿雇的打手，怎么样？现在这样子，我能不能当着你面干你老婆？龙墨，武道9品境，幸会。龙青，武道9品巅峰，幸会。龙野，大宗师。原来是一群练武的。你小子是自己动手，还是让我帮你解脱呀？小年轻，不要猖狂，嘴贱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有命得罪赵少，有命活吗？秦卓，龙家三兄弟杀人如麻，他们合力大夏战神殿都拿他们没有办法。你快带豆豆走，别管我了。你和你的贱种一个也跑不了。杂碎，给我闭嘴！赵少，这个臭卖鱼的会武功，还愣着干嘛？上！此人不入，别再留手了，一起上！我今天就站在这里，你们3个，谁能动我分毫，算我输。装神弄鬼，武者尽头，宗师已是极限。就算是同境界之间，老子也不惧你。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战神殿，也不敢为难我们三兄弟的底牌。龙家三兄弟之所以能一直逍遥法外，就是这合体技，就算连宗师界也无法抗衡。这也太恐怖了吧！玉宁，逆女，竟敢得罪赵少，还不赶快给赵少道歉！没事，房子毁了我赔。赶紧杀了这妇女，不要耽误我的美事。小子，我数3个数，跪下，给我家少爷磕头，否则就要了这个小杂种的命！赵天辰，我跟你走，你放过秦卓和豆豆。不用，你们放心，今天我在这里，他们伤害不了你们。哼，就凭你，给他们娘俩办后事吧！先天道图。你是修行者！什么情况？龙爷呢？龙爷人呢？他们消失了，就像从来没在这个世界存在过一样。不可能！龙氏三兄弟，那可是9品武士，那可是大宗师啊！就凭你，绝不可能！一定是那3个混蛋跑了。欺负我妻女的有你吧？你这个臭卖鱼的！我指认赵少，你给我滚！哎！爸爸好厉害！你别动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赵家长子。6年前就是你给于宁下的药吧？你纠缠我老婆6年了，你没完了！是我干的，那又怎么样？新仇旧恨我不查了，直接从你开始算。旧恨？你是钱？你是蒋于宁，你带着这个野男人到咱们家里来撒野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得罪了京海的天，你们简直就是在找死！他不是野男人，他是我的老公，是豆豆的爸爸。我警告你，既然你不肯认于宁他们母女俩，那以后见到我的妻女，就给我低下头来做人。至于你，去死吧！豆豆，你怎么了？豆豆，豆豆，中毒了！秦卓，你快看看豆豆，他这是怎么了？我来试试。去毒术，这是有效果了。这豆豆竟然在吸走我的灵气，难道这是怎么了？豆豆还有危险！秦卓，凡人是无法感受天地灵气，所以修炼的第一步才是主气。豆豆竟然让灵气主动转体，难道豆豆天生主气？秦卓，豆豆别怕，妈妈带你去医院。
于宁，孩子没事，等等我。赵少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万万也没有想到，我这个女儿竟然找了这么强的一个老公。秦卓，你他妈死了没有？没死赶紧起来告诉我，那个女人的老公什么身份？大哥，秦卓他真是个臭卖鱼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的武啊。告诉赵家所有集团，我要知道这个人的底细。打了我就想走啊！我赵天辰发誓，动用一切人脉资源，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。豆豆，是妈妈不好，让你又一次受到了伤害。谁是病人家属？出来一下。医生，我是秦卓，你陪着孩子，医生叫我。豆豆，如果你真的是先天修炼体质需要灵气滋养的话，那就从爸爸这取走灵气吧。爸爸虽然没钱，但是灵气还是很多的嘛。我明白了，豆豆从小受到虐待，但依旧能够成长，就是因为他也是修炼体质，有着惊人的恢复力。但同时长期内战，让豆豆灵力匮乏，始终无法踏入修行路。那是小莲，你是有多能吃啊？脑死亡？对不起，江总，孩子的身体各项数据都正常，但依旧昏迷不醒。初步判断，这孩子可能不会再醒过来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呢？这么多年的苦日子，豆豆都熬过来了。现在他爸也回来了，我马上就可以脱离蒋家了，日子就快好起来了。豆豆他怎么可能脑死亡？医生，你一定是弄错了。您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我以职业生涯为担保，检查不会错，孩子绝无再苏醒的可能。孩子不会再醒过来了，您再去看看孩子吧，收拾一下，办理一下离院手续。留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。医生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孩子吧，你再给孩子一次机会，你要多少钱我们都可以给你，我有钱，求求你再救救孩子吧，求求你了，医生。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江总，孩子没救了，医院不会留他的，这是规定。再说了，留在医院，万一再出点什么意外，医院是有担责的呀，很麻烦的。你走吧。豆豆怎么会脑死亡呢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主任，我们现在就去带病人办出院吗？再等等吧，让他们先接受一下现实。秦卓，豆豆他。妈妈，豆豆。Hello。豆豆。妈妈还以为医生说。妈妈不哭，是爸爸救了我。秦卓，妈妈，我刚恢复，还没有力气，你可以替我抱抱爸爸吗？没事，要是勉强的话，不用抱。谢谢你。大爷了，没想到豆豆是先天金丹，
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主任，你快看！这怎么可能？主任，医学奇迹呀！主任，您看到了吗？快去帮我准备一份离职报告，我要回学校沉淀沉淀。爸爸起高高，更高！等你好了，爸爸让你飞得比飞机还高，好不好？好。喂？什么？怎么了？赵天辰去找了环宇商会，打算找环宇商会的会长对付我们。环宇商会，他们会长是不是叫黎飞啊？没错，环宇商会乃是全球顶尖的商会，其会长黎飞势力遍布全球。没事，我来帮你解决。正好我找他也有点事情。你认识黎飞？别开玩笑了，秦卓，他的身份你怎么可能认识？跟妈妈玩吧。谁呀？是我。秦先生。好的，没问题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取消一切行程，马上备车去京海中心医院。黎会长，精神京海赵家赵天辰求见，人已经在会客厅等了2天了。我刚才说了什么？会长说取消一切行程，让他等着，耽误了我见秦先生，谁都不用干了。是。精神顶级商会，环宇商会会长黎总，他怎么会来医院？来了。报告上线。是的，来了。你有病啊！跟以前一样一惊一乍的。报告上线，想当年是你把我从战场上救下，没有您就没有环宇商会的今天。行了，别客套了。我今天来是为了我女儿的事。什么？您都有女儿了？哎呀，妈的，迟了一步，上仙都已经成家了，你看看这。黎叔叔好，你好帅呀！你也好可爱啊！我说到，你说。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。最近8000米深海出了一条蛟龙，我要去斩了它。你帮我通知四海百家，明日到京海大厦参加龙头宴。先生，您这是要斩龙头，取金丹，补充兜兜亏损的灵力。你去宴会就做一件事情，帮我的女儿庆贺。秦先生千金重新踏上修行路，理当如此。我这就去办，并且告诉所有参会家族，备好半数家业，为小上仙庆贺。去吧。是。黎叔叔再见。叔叔收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小朋友真可爱啊。通知我老婆，就说晚上我有点事儿要办。好的，老大。会长已经查到了，秦先生的妻子是京海蒋家蒋明涛的女儿蒋于宁。哦，没想到蒋明涛这个老东西
命这么好，龙头落，龙脉生。这龙头宴不仅可以补偿小上仙的灵气，更是能给全家带来龙脉的庇护。这可是天大的福气啊！会长，赵天辰，会长，特意给你带来的，这足足200年啊！你来我这儿干什么？没有收到通知吗？收到了，明天百足齐聚龙头宴，给上仙恭贺。可是有件事，实在是没办法了，还请环宇商会替我们赵家做主。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商会就是为了各家族和企业服务的，你有什么委屈尽管说，环宇商会一定为你做主。会长，你知道我家老头子入了武道，整个赵家重担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。有人看我年纪小，欺负我，还杀了我们家3个奴仆。岂有此理！在我环宇商会的管理下，竟然还有这种事！不仅如此，还是要屠我满门！会长啊，求你帮帮我们赵家！来，孩子，快起来，告诉我，那人是谁？那人没什么背景，不过拳脚了得，应该是个武道强者。再强的武道，在上仙面前，也不过是个蝼蚁。告诉我名字，我倒要看看那人有几个脑袋，敢欺负我环宇商会的参会家族。那混蛋叫秦卓。秦卓？对，秦卓，他就是个臭卖血的，他敢抢我马子，打我的人，还敢威胁我。会长，这简直是我们赵家奇耻大辱，我跟他没完！卖鱼的，看来只是同名同姓啊。会长，一定要帮帮我！回家准备去吧，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做主的。谢谢会长，谢谢会长，谢谢商会。哼，秦卓，就让你和那小家伙再多活一天。要会长替我撑腰，你武功再强也得死。蒋总，环宇商会邀请您和先生参加龙头宴，说是正在筹备贺礼，让您和先生先去，会长黎飞随后就到。请我？环宇商会通知我是知道的，不过环宇商会怎么会请我呢？不太清楚，不过听对面的语气挺客气的。难道昨天黎会长来医院是专门来见秦卓的？不，蒋玉宁啊，蒋玉宁，你在想什么呢？秦卓无钱无势，怎么可能让堂堂会长登门拜访呢？秦卓，今天龙头宴需要庞大的资金作为贺礼，你带兜兜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我们俩不用准备啊，现在就可以出发。秦卓，这可是环宇商会，怎么可以怠慢呢？妈妈，我们真的不用准备。黎叔叔说……兜兜，我从来不对你发脾气，可是小孩子不能撒谎，知道了吗？还有秦卓，我们俩之间的协议你别忘了。如果你敢教坏兜兜，我不会认你这个孩子的父亲。哎，我别迟到，一会儿见。快看，赵家、蒋家竟然还带奶瓶天来了啊！大家好，赵少，据传闻，龙头可以汇集气运，二位如果能够成功结交上仙，一定会更上一层楼。请问赵家主，你有信心吗？当然，我们两家不仅准备了半数家产，还备上了未来30年的商业合同，献给这次龙头宴的主人。结交上仙固然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弄死那个小杂种。明白。只要这个小杂种死了，于宁就少了一些牵挂呀。啊！
秦卓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我才知道这是上仙准备的龙头宴。秦卓，你太不重视了。我和兜兜不来，这宴会开不了，别着急。秦卓，你又开始了，你以后不要当着兜兜的面再撒谎了。于宁，京海城只有一个蒋家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蒋明涛，孽女，你叫我什么？从小到大，你一直把我当作商品，从来没有把我当作蒋家的一份子。我忍了，可是兜兜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他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你却屡屡对他下此狠手。他爹是谁呀？有多少财产呢？背后又有什么势力啊？什么都没有，让我凭什么认这个小野种？哼！爸爸，我不喜欢他们，他们总是欺负妈妈。爸爸知道了。我蒋家不需要那些没用的东西。张口闭口就是钱。我宣布，从今以后，我跟你断绝关系。我就叫于宁，我的公司也不属于蒋家，属于我跟我女儿。就你还代表一族？蒋于宁，你也配？来，大家都听好了，我们京海的美女总裁蒋于宁和一个臭卖鱼的偷腥，还生了个野种。堂堂大小姐，比我这么强啊！一个臭卖鱼的废物也吃得下去。于宁小姐，你身后的男人是不是都排着队摩拳擦掌呢？你们什么事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兜兜，千卓，你们……不会吧？这些人竟然是我同桌！这怎么可能？于宁，丈夫到底是什么背景？你到底隐瞒了我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，他们都是我的家人，都跟你没有关系。是你们肯定问题。这孩子不会就是……怎么可能？如果秦卓真的是仙人，怎么可能打这么多勾？仙人不是伸手要杀有杀的吗？豆豆，秦卓，你们快别闹了，快给我下来！且不说你坐在主位会得罪上仙，更是会给黎会长添麻烦，快下来！他就是上仙。他什么敢坐那儿？是啊，你怎么能是仙人呢？这，哎，你说真是不知道，胆子怎么这么大呀？兜兜，今日为你聚龙气加身，从今天起，我是你的爸爸，也是你的护道人。恭贺仙祖！难道秦卓真的是上仙？秦卓，若你真是上仙，那我们女儿她……老婆，无论我们的女儿是否修炼，她都是人中龙凤，不是他们口中说的那个样子。从今以后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敢欺负你们母女俩的人。好，说得好。上仙，我等愿奉上半数家产。慢着，
你们不能上供。混账！上供上仙是我等心意，敢在我们面前叫停宴会，今日在场谁不是各省豪门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就是他有的真是笑死！他算是……如烟，说吧，你又想干什么？这个上仙他是假的。假的？什么叫假的？如烟不过是有幸嫁入豪门旁支的普通女孩，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知道你们的财富来之不易，更不忍心看你们被这个老骗子骗走你们所有的财产。这是什么？这滚开！就算要辨别真假，也要等李会长来。更何况秦公子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能力，我想没必要再麻烦林会长了吧？对，李会长正在清点我等贺礼，李会长不在，我们岂敢怠慢秦先生？不就是会点拳脚吗？能证明什么？但我能证明，我从小就认识这个废物。不信，你们看。哎呀，这他是真的吗？秦卓，京海20年前最强世家秦氏长子，这个是你爹妈吧？秦卓竟然是京海最强家族的人，他们全死了！你这条丧家之犬，嫉妒后来者居上的赵天辰少爷，所以你才自导自演，哄骗李会长。然后搞出这场龙头宴会，我嫉妒他们？没错，你就是为了骗大家的钱，为了你今后东山再起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骗钱，东山再起。什么？看蒋家主煞有其事的样子，难道秦卓他们真是骗子吗？真的是。妈妈，爸爸不是骗子。兜兜好像很喜欢秦卓，只是……老婆，我不是故意隐瞒你身份的。我承认，我是有灭门之仇，也跟赵家有点关系。你说什么？但是，你相信我，我秦卓对天发誓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利用你，我也没有必要利用这种方式去骗钱来东山再起。没错，顶级武者都是千金难求，又何必？老婆，这个送你，能保平安。还装神弄鬼呢？别装了，李会长随后就到，再装下去，你也是死路一条。我就站在这里，你们想要动我，大可以试试。秦卓啊，我知道你会点拳脚，别得意。寰宇商会的人力财力，不是一介武夫就能动摇的。没错，买了个假龙头，哼，利用身手，装神弄鬼，以此来欺骗李会长。不过你确实是个聪明人，诈骗他们的钱，却让李会长背锅。今天我就要斩断这龙头，你的谎言不攻自破。所以，只是我提醒你，这龙头凝结气运。你现在跪下来给我老婆和孩子道歉，或许我还能看在血缘关系上恩泽你一下。要我给这个小废物磕头道歉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呸！我最后再说一次，蒋玉宁和他的女儿一辈子都是我蒋家最大的耻辱。兜兜不懂，我不知道错在哪里。老爷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哼，因为蒋先生，我劝你嘴下留情，孩子是无辜的。因为你脏。说什么？站住！
会点功夫就仗势欺人。你再往前走一步，我现在就砍了龙头，拆穿你的骗局。不砍我瞧不起你。好，哼，这可是你说的，那我就砍了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哎呀！今天情况呢？哪来那声了？怎么回事？啊！啊！我的表！啊！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？你真中招了？这可是名将定制的手表，用的是上好的材质，好端端的表，它怎么能裂开？怎么了？赵公子，你怎么不早提醒我呀？你以为在拍电影啊？我干嘛提醒你？你给我滚下来！等会儿灯砸下来砸死你！还要挟到我？不会吧？难道是我真的瞎了眼，看错了人？怎么办？停了，停了！我没事了，停了！大家看清楚，我早就说过了，这个灭门子弟他装神弄鬼，就是为了骗你们的钱。怎么回事？你们还不信？没有问题，不就打一个雷吗？屁块手表吗？老子有的是钱，坏得起，老子就买得起。这个龙头，老子今天把它劈了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在这儿吧？什么情况？哎，金田主，喂，哎，贾明堂，喂，那是龙头被斩了。会长，你终于来了！这小子就是秦楚，他竟然敢跑到这里来招摇撞骗，你可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一下他。是啊，上仙，该怎么做，知道了吧？明白。怎么会这样？会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就是个臭卖鱼的。环宇商会已经把蒋家资料上报，从今天起，蒋家生意只认于宁小姐。蒋明涛及其直系子弟，从此以后从事任何行业都不会再受到批准。啊，任何行业都不批，这不就是封杀了吗？竟然连环宇商会的会长都要听秦卓的命令，何止如此，只要是上了商会的黑名单，那绝对是做了人神共愤的事。以后要是想出去打工，都没人敢要。蒋家主虐待儿孙，落得如此结局，也实属活该。天哪，还好最近生意不忙，手机刷得多，我一眼就看出这场宴会似曾相识。至于赵家，不关我的事啊！和我没关系啊！这个，刚才都是他骂的，龙头也是蒋明涛砍的，我连刀都没碰过啊！你们给我作证啊！我赵天成从来都没有碰过那龙头，国外漂泊我全都没有碰过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
蒋家主死了，他真的死了！不会吧？我得反思一下今天自己有没有说错话。反思个屁呀！在向南城柳家献上半数家产，全族无论任何产业，永久性让利5成，请小主相纳。南城柳家，我是第一个。我等也愿意献上财富，请相纳。大哥大姐过年好，祝你新年快乐！阿爹娘，这是闹什么呀？这不对呀，这不你想让我们死直说好不好？不要折磨我们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是长辈，我妈妈说过了，过年的时候看到长辈就要磕头，我也要磕头，我要做一个乖乖的小宝贝。好乖的宝宝，哎呀！放开我！赵家愿意奉上。赵家愿意奉上。蒋小姐，啊不，玉宁小姐。秦哥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你格局大，不要跟我计较，原谅我好吗？赵天成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是如实回答我的话，我可以饶过你。如实回答，一定如实回答。秦哥，你就是我亲哥，别说1个了，100个都没问题。赴汤蹈火。你曾经有没有想杀过我呀？说呀！这是什么？说呀！你知道我是秦家人之后，有没有想过斩草除根啊？干嘛呀你？上来就逼问人家这个，我不知道。秦家出事的时候，我和你一样的，不是我干的，我怎么知道嘛？我卧底了6年，已经摸清了你们赵家所有的底细。现在我知道，赵家是由你来代行家主。你作为家主，过去的那些隐秘文件和录音，还有那些丑事，你会不知道吗？我代行家主，我家那个老爷子现在要娶我，不喜欢钱又不喜欢权，跟这2个师傅什么学武求道，他没有和我交代啊。2个师傅，难道是叫什么？长什么样子？他们2个，我还是跪下来说吧。起来说，赶紧的。别心疼我，让我跪着，我看见我害怕。那2个人，我也不认识。你耍我？好啊，那我不问了，我直接把你弄死，去招魂算了。别！那2个人西装革履，每次穿着口罩来我们家，不管住多久，都是滴水不进，粒米不吃。是他们。儿子，快跑！秦卓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回去告诉你爹，把那2个人给我带过来，否则就让他洗干净脖子等我。回去告诉你爹，把那2个人给我带过来，否则就让他洗干净脖子等我。叶才，秦哥，我，秦爷，小石，把他也给我带走。
他现在还没死，把他送到医院去。至于是死是活，以后就看他是善是恶了。好的。爸爸好帅呀，可是也没有告诉他人在哪里去了。爸爸没有吗？真的没说，他们怎么去找你啊，笨爸爸？老东西，累死你爹我了！救护车给你叫了，能不能活就看你自己了。秦楚，既然你不识好歹，我要你，我也不敢把你怎么样。妈的，说要交过去，都不说交哪儿，怎么找你啊？算了，都不容易，还是回去解散家族吧。豆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可就有修行的补习班了。是爸爸吗？我要爸爸教我。行，我家大宝说什么都行。没想到我朝思暮想的画面，此时此刻竟然真的出现在我身边。青卓，刚才你进来的时候，我好像对你有点太凶了。凶是凶了一点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床头吵架床尾和。一会儿跟我回家，跟我进屋啊。啊！爸爸，老婆，上次的伤还疼吗？老婆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但是你放心，蒋明涛他没死，他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往后的日子都会在赎罪过程中度过的。我不是在担心他，我的出生是个意外，我母亲是因为被他欺负才怀上的我，后来因为蒋明涛一直无子嗣，所以才把我接回家。我对蒋家没什么感情。老婆，以后你和兜兜不会再受委屈了，这些年你辛苦了。老婆，你怎么才来？我好累啊，你知不知道？老婆，你喝不喝牛奶？睡前喝牛奶对睡眠好。你嫌弃我？我没有，是你之前说对我没什么感觉，我不想趁你清醒的时候欺负你，我怕你事后后悔嘛。你就是嫌弃我，你滚！我。Oh baby。
等一下，你太着急了。等什么啊？我们是合法夫妻，我是你老婆，装什么矜持？再等一下，我打个码。又没人看咱俩，不必打了。爸爸妈妈好吵。明涛兄啊，你怎么变成这副德行了？谁干的？秦主，秦家的那个漏网之鱼。我爹这些跟班竟然都是战神境界的武者，战神境界屈指可数，哪来这么多个？明涛兄啊，你说说你啊，咱们也认识这么多年了，商业上斗了半辈子，也算是知心老友了吧？你怎么？出卖我的！爹，你才卸任家主几周，却已经是战神武者了？赵家主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是你把秦家后人引出来的。我根本不清楚你和秦家的事。赵家主，不，赵兄，我们相识多年，我求求你放过我。我现在的2条腿都已经废了，我已经是个废人了。你想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，赵家主，求求你放过我。钱对我来说已经没用了，跟着那2位大人成为战神，我才知道财富在绝对的强者眼中只不过是最容易得到的低贱物。爹，你怎么变成冷血无情？是。儿子，网络上有个热门话题，就是让你突然变成超人，第2天你也会变得跟爹一样。不过爹不会害你，爹现在还不是长生者，你对爹来说还有用。那要是真能成长生者，我爹岂不是连我也不放过？秦卓在哪儿？告诉爹，爹这就带着战神们登门拜访。秦卓不，秦爷，他托我给您带个话。秦爷，他托我给您带个话。什么？我蒋明涛白手起家，身无分文到100亿千亿，我可是有钱人，为什么落得这个下场？为什么？不，只要我跟云宁道歉，只要我诚恳认错，女儿会救我的，我女儿会救我的。儿子，你当着爹的面喊咱家的仇人爷爷，这合适吗？没办法呀，咱搞不过别人。爹可是战神呐！
哎，够了，爸，你就别犟了。秦爷说了，只要咱们把凶手交出去，肯定保你这辈子死有全尸。哎，要不这样，咱们逃出京海，说不定咱们还能活下来呢。我代表家族，列祖立宗灭了你！你这个软骨头！说，秦卓那个王八蛋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，秦爷还没说。别去找人家麻烦，找了也是去送死。闭嘴！老子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软骨头？来人，给我全城搜捕秦家那个杂碎！是。大哥，能不能帮我去云宁集团？我要见蒋云宁，我求求你了！滚开！吃饭呢？就你还想见云宁小姐？你配吗你？大哥，我求求你，大哥你别走！哎，这次也是好像是真的，比你不会使出窦总，窦总，来看看我的，窦总，窦总，请您收购我们的公司吧。是啊，窦总，我们也想加入你的团队啊。是啊，窦总。云宁，女儿，我的宝贝女儿，云宁，真可悲。我蒋明涛明明有这么多钱，到头来连一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，太可悲了。老爷喝茶，老爷辛苦了。滚！我这都干了什么呀？爸，不就是破产了吗？没事的，咱们家人齐心协力，一定会东山再起的。当初你要是答应做别人的童养媳，老子至于破产吗？滚！你怎么还不走？贱女人的种就是自私！滚！滚！女儿，都是爹对不起你，我不配做你爹，我不配做你爹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等着爸爸找你去道歉，你等着爸爸。董事长，收购会议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您了。走。秦卓，这样合适吗？兜兜还这么小，他还只是个孩子，是普通人，却管理这么大的集团，这……老婆，我们兜兜可不是普通的孩子，放心，他肯定能行。况且就是挂名而已，到最后还不是靠你帮他吗？可他就是个普通的孩子呀。你看你又来了，师傅怎么说的？让你好好照顾兜兜。你这，他就是个普通的孩子。老头那是眼界高，老头是渡劫期，在他眼里看金丹元婴啊，当然跟普通人没两样。不行，我这心慌的厉害，特别不踏实。这几天发生的一切太不真实了，就跟做梦一样。我能理解，就像你突然知道你的家人其实是米国的总统。好了，快上去陪他开会吧。你跟师傅说接兜兜过2天去山上住2天。不是，你干嘛呀？兜兜挺好的，我不送走。正儿八经见。要饭要到大楼里来了，滚开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女婿，
女婿，放开我！对不起，秦先生，我马上就把这个乞丐给他赶走。我进去让我见见我女儿，我向他道个歉。我求求你，你们放开我，让他们放开我呀！人家秦卓先生可是上仙，就你也配来跟人家攀关系？好了，放开他。谢谢，谢谢两位大哥，谢谢。蒋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蒋先生，对了，赵天辰的父亲赵瑞，他几周的时间就练成了战神，他现在还带着许多战神境界的小弟要来找你算账，你赶快走吧，赶快离开静海吧。你这腿就被赵瑞打断的。他现在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，他简直就是个疯子。女婿，我知道你很厉害，但是他们人多势众，你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你保护不了我的女儿，你保护不了我的外孙女。你女儿？你费这么大劲过来，就跟我说这个？我想见我的女儿，我要见于宁，我要见豆豆，我求求你，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见见他们吧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不配做一个父亲，我更不配做一个老爷。我知道，我只想道个歉，我道完歉我就走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满眼都是金钱和欲望，这些都是我的错。可是我无法弥补，真的，我知道错了。你演给谁看呢？你以为你这样伤害自己，就能抚平你从小到大对我老婆的伤害吗？你以为这几巴掌就能让兜兜原谅你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兜兜第一次跑进我怀里，对我说什么吗？他说：“太好了，我终于不是野种了。”是谁叫他这么说的？是我，女婿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，让我见见他们吧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已经是个废人了。我不求他们原谅，我只想道个歉我就走，给我个机会，我求求你了。你走吧，他们不想见你。秦卓，天黑了吗？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？你怎么停下来了？原来他是吊着一口气撑到现在的，看来是真的很想道歉。秦卓，是不是于宁来了？你让我跟他说一句话，我只说一句。他是不是在躲着我？于宁他不想见你，你应该能感觉得到。看在你真心道歉的份上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人走如灯灭，我知道我剩下的时间不多，我恳请你把我丢在这儿，我要等到我的女儿。我是真的时间不多了，秦卓，你还在吗？我想拜托你替我转达几句话。说吧。妈妈，她会不会发现我们？她听不见，也看不见了。人要离开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是这样。秦卓，请你替我向于宁说一声对不起。知道了。蒋家剩下那些企业，麻烦你帮我申请破产。留给于宁的话，反而会让他背上负债，蒋家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他的了。知道了。我呀，不是个好东西，更不配让他们原谅。可是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我是真心的想向他们道个歉。豆豆，我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。
老公，老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会好好安葬他的。你真好。赵天辰，你还敢来？你好啊，肖于宁。赵瑞，赵天辰，没想到你还是贼心不死，你就不怕我老公再次找你吗？哼，我赵瑞的儿子，也是你能指着鼻子训斥的吗？看在我儿子喜欢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赶紧跟我走，做赵家的儿媳妇，否则我就弄死你的小宝贝儿。赵天辰，果然又是你！哎，不是，真的没有，你怎么能冤枉我呢，大嫂？不是，儿子，你老子我再给你找回场子，你搁对面跪下什么意思啊？啊！哎呀，爹呀，我也没让你给我找回场子，别闹了，赶紧给我跪下，不然我哥待会儿回来，咱都得死啊！不，你是让你老子我搁这后边跪下啊？你意思我不是他对手呗？对。我不是对手。好，来人，我把这小野种抓起来！别动我孩子！别动我孩子！开！走！这次怎么没有反应了？妈妈，你的手链只能保护自己，不能产生效果。妈妈，别担心，我能搞定。搞得定？坏了，这不是抢了个大人回家吗？你他妈打的真大！先把孩子放开。放下！不是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呀，儿子呀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你？爹呀，你斗不过的，你不要说秦卓，连都打人你都。赵天辰，还不把孩子还给我？啊，好的。爹呀，总之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，赶紧把你两个所谓什么师傅交出来，咱们爷俩改头换面，换个城市重新做人。周大人，请。住手！这个孩子，我必须带走。赵瑞，大人，把秦卓的女儿带回来。大人，那秦卓不用管了吗？他可是以前秦家的。当年秦家财力庞大，带头阻止我们这些外国资本研究人造战神，的确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。不过，秦家已经没了，不足为惧。既然秦家人想复仇，那我就用秦家人的血进阶一批新的战神，用秦家后人的血培养战神，再让秦家人亲眼看见龙国被他们自己的血脉所灭掉。你们让开！放开我的孩子！豆豆，放心，妈妈一定会保护你的。妈妈，我不怕，我就要跟他们走。大嫂，你别开玩笑了，现在最害怕的是我才对啊！蒋家是弄了什么事儿？爹，我现在能和你断绝关系吗？不能，给我带走！放开我！
完了！你他妈谁呀？好狗不等道，滚蛋！赵天辰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这不被偷偷在玩吗？你回来的刚好，哎，去找爸爸去，去爸爸那儿。这位就是你的父亲吧？我让你转达的话，说了吗？话我都带了，但是说了他也不信，说了他也不听。青卓，快拦住他们！他们要抢走我们的孩子！哦，抢我女儿啊！我不管你是谁，这孩子我是要定了，受人所托，要钱也要他的命。你们要多少钱我都给，不要伤害我老婆孩子。受人所托，要你钱也要你命。终于浮出水面了，没想到他们又打起我家人的主意。只可惜今时不同往事，兜兜可不是毫无还手之力。让开！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啊，快拦住他们！救孩子，哼！你是强玉宁的保镖吧？我劝你老实点，滚蛋！一个月挣多少钱呢？玩什么命啊！啊！那个爹，其实他是那……闭嘴！一个软骨头！我现在听见你说话就来气。老子现在不管他是谁，你问问他，敢不敢有意见？我们没意见呀。爸爸，我去玩好不好？等我厉害之后，我还没有放开玩呢。好嘞，大宝，放开玩，反正这又不是咱家。耶，好耶，算你小子识相啊！你转告秦卓，要想救他女儿，24小时之内，只身提头来见啊！行，反正到时候你们别提前回来就好。哼，装逼！我们走。青卓，你为什么要把孩子交给他们？老婆，发愁的是他们，咱们女儿很厉害。厉害？你每次都这么说。哎呀，好了，老婆，你就相信我一次。好了，咱回家，兜兜很快就会回来的啊。青卓，你是想逼死我吗？爹，说的不要带回来，不要带回来，我真的被搞死了！哎呀，儿子，你再坚持一会儿啊！你看你爹我一把年纪了，我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。让你找爸爸妈妈的麻烦，看我不揍你！哥哥，你的柔韧性可太差了，要不我就帮你劈个叉！啊！不要啊！小头头！爹，还有多久把小头头送回去啊？我不走还要玩。儿子，你再坚持一下啊！也就这23个小时了。那秦卓他就来了。23个小时，群哥，快来接走你的小祖宗吧！哎呀，老婆，头头是我的命根子，没了他，我也活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，庆卓？哎呀，老婆你别哭啊，不要天天把死啊生的挂在嘴边，多不吉利啊！你放心，兜兜想回来的时候，没人拦得住的。放心，吓唬人！我告诉你，青卓，我没有吓唬你。哎，你不去是吗？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不是，老婆，你先把刀放下，我带你去接兜兜还不行吗？你什么态度啊？你这是为了在哄我才去接兜兜的吗？你这是做父亲的态度吗？不是的，老婆，你听我说。给我让开，给我让开！啊，
刀总的歌好啊，要是不出道，那真是歌坛的损失啊！是。我可是战神，金卓，你怎么还不来接女儿啊？你他妈该不是死在路上了吧你？老公，金卓，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老公，金卓，你快醒醒，你别吓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是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冲动了，你快醒醒啊！儿媳妇儿，儿子，师傅爹来看你们来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他爸爸，爸，不好意思，我一不小心失手把金卓给杀死了，都怪我太冲动了。儿媳妇儿啊，我是他师傅，一日为师，终生是爹。我的儿啊，你怎么说走就走了？让我这白发老头送黑发人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可让我怎么活呀？哎呦，我靠！王登，你要打死我呀！臭小子，这么吓唬你媳妇儿，好玩吗？你没死啊？我这不是看宁宁太紧张了吗？想帮她缓解一下。你是故意吓唬我？老婆，对不起啊，老婆，我下次不会这样。你吓唬我没事，我可以接受你吓唬我，可是我接受不了你真的离开我。孩子带回去了吗？带回赵府了，这是。那就好，看好孩子。接下来我要与秦卓谈上一谈。啊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来客人了，去开门吧。来客人了？我明明通知过秘书，今天什么客人都不会来访，不会有人来的。哎呀，去！师傅，我感觉是，没错，是你的心魔。切记徒儿，想要斩去心魔，得直面过，要以平静之心面对，切莫以愤怒之心斩杀心魔。明白了，原来不只是报仇才能念头通达，而是只有念头通达，面对过去，珍惜现在，着眼未来，才能斩去心魔，成为更好自己。请问你是？你好，雨妮小姐，我是杀你丈夫全家的人。我这次来呢，主要是想跟你们谈一谈。你都说你是坏人了，我干嘛放你进来？老公，我做的对吗？牛！他怎么敢的？你们的孩子在我手上，还敢这么嚣张？难不成你想让那破小孩去死吗？等等！师傅爹，我觉得我这20年的心魔有点多余了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扶你进去。都是我不好，请您不要怪在孩子身上，请你放了豆豆。态度给我客气一点，说话把头给我低下去，否则……怎么了？
否则让你妈从地下爬上来服侍我吗？妈的，是真分不清大小王事吗？让你把头给我低下去！我让你把头给我低下去！怎么可能？秦卓的女儿不是已经被赵瑞抓走了吗？怎么还敢对我出手？给我反抗！还敢反抗？好强！我的实力在武道里已经是巅峰，比赵瑞的激进更强。竟然在秦卓手里，动一下都不可能。好，你放开我，我只来跟你谈生意的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没得谈，不应该啊！难道秦卓不知道他女儿被绑走了吗？说吧，要多少钱才能放了我女儿？我明白了，原来秦卓这些年为了报复也在努力变强。他不是不知道女儿被绑了，而是太自负，认为自己一定能救得出他女儿。雨宁小姐，你跟秦卓一样，都太过自负。我倒想问问你，你觉得你女儿值多少钱？看看你们女儿多可爱啊！要是拔下她的手指甲，会不会哭啊？这不是……这不是照顾的挺好的吗？这也照顾的太好了吧？不过这有点太过了，你们不能让他吃冰淇淋和鸡腿，这样子多多会拉肚子的。对啊，这再晚回来几天，回来该挑食了。真你妈的！你们是不是发错？少废话！总之，你们女儿就是在我手里，想要她安然无恙的回来，我的条件你们就得答应。我呢，一直待在实验室里，对外界了解的知之甚少。你们一个两个，想必也瞧见赵瑞手下的战神了吧？就是用的我的丹药。你也会炼丹药？那当然哦。我最近听闻雨宁小姐荣登韩夏第一财团，厉害！我的条件对你来说很容易，你给我送武者，我把他们再培养成战神，这些战神挣的钱，我分你20%。哦，这笔生意如何呢？哦，你们的女儿也会很安全的回来。听懂了，就是让我们当你的狗腿子嘛。你炼制邪功丹药，把普通人打造成听命于你的战神手下，对抗韩夏战神殿的士兵，然后抢夺韩夏战神殿乃至全世界的财富，对吧？老头，他们真聪明。我这个人呢，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。可我于宁绝不会和你这种恶徒打交道。于宁小姐，别给脸不要脸。上一个拒绝我跟我对着干的家族已经灭族了，只剩下一个主，他就站在你身边。20年前，一伙成为武痴的战神，为了独霸天下，炼制邪功，并且制取丹药。秦家，我亲生父亲，为了防止更大的危险发生，亲自断了你们这帮人的财路。没错，要不是秦家那帮狗，我的丹早就炼成了，何至于再等20年？我记得应该还有一个人吧，当时杀害我父母的是2个人。我想起来了，当时你母亲推开我，一边抱着我哥哥玄玉的腿，一边还喊你快跑，然后我就用剑宰了他。玄玉是吧？好，那我就先斩你，再去斩玄玉。
你试试。哦，这老头是你什么人？这老登啊，这老登是我师傅，现在算是家里人，充当父亲的角色。原来是如师如父啊，倒是有意思。20年前我弄死了你妈，如今我很有兴趣再弄死你爸。请啊，你要耍什么花样？装出一点不在乎的样子，告诉我不好使。说，到底跟不跟我合作？合作不了，要当老爷子的话，请便。我靠，老头儿，你养了一群白眼狼啊！我这2个孩子挺乖的，我不生气啊，不生气。老头儿，你要是有什么把柄被他们掌握了，就眨眨眼。我手里这玩意儿可是真家伙，你不怕？小鬼，你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？你少他妈给我倚老卖老！老子60岁了，跟谁俩？你就是600岁了，在我眼里头也只是个小孩。装逼也是要有个限度的。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现在坐在你面前的是修仙之下第1人。玄墨，你出来犯罪不看攻略的吗？什么？行了，我也不想跟你玩了，跟你玩没意思。我也听够了你这些荒谬的言论。这样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现在打电话打给你大哥，去赵家。你找我大哥？你要做什么？去处理你的后事。你在说什么？你、于宁，还有这死老头，一个两个都瞧不起我，老子他妈就不明白了，武道尽头实力还被人瞧不起。我告诉你，真正的尊重从来就不是看这个人有多少实力。干什么？小菊花课堂开课吗？叽里咕噜说一大堆什么狗屁东西，想让我低头，除非你们比我强，否则你们在我眼里就是个小鬼，必须要打服你是吗？你是豆豆，你在哪儿？妈妈来救你了！天成娃娃最乖了，奖励你1颗糖。豆豆，你在哪儿？零食，爸爸妈妈肯定饿了，要懂得分享。爸爸妈妈，豆豆，你吓死妈妈了！哎呦，大宝又胖了，快让妈妈看看有没有哪里受伤了，他们有没有欺负你？没有。妈妈，我没事。好孩子要懂礼貌，我还没有抱爷爷呢。爷爷，哎，好孩子，好孩子。爷爷，豆豆，爷爷，我来了。来吧。爸，我去，老登，你还没死啊？这孩子先天圣体，真不是盖的。没事，我还死不了。豆豆，你太没礼貌了。没关系，孩子嘛，很好，很有精神。妈妈，我就是想和你证明嘛，我很厉害的，他们没有欺负我。再厉害，你也是妈妈的女儿，妈妈肯定会担心的呀。妈妈别担心。娃娃最集合。报上，1、2、3、4、5，站立。我去，这都给调成什么了？哎呀，这豆豆确实有老夫当年的风范啊！这是妈妈，爸爸。妈妈，哥哥们和叔叔们对我可好了。娃娃队解散。哥， 哥呀，你咋现在才来呀？ 哥哥，你太没礼貌了，我很厉害的，他们没有欺负我。 哥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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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
哎，先起来，起来再说。秦哥，都怪我不是东乡，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太狂妄了，还让你24小时内来。就咱这逆天小孩哥，我这1分钟也待不了了。多谢秦哥能救我这一条狗命啊！哎，别，你先起来。再说了，你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辈子？高伦哥呢？这只是个尊称，您能是天辰的大哥，也能是我的大哥呀。因为大哥终身为父嘛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哎，赵瑞，没看到陈哥这不得劲吗？就你这种眼力劲，怎么当上赵家家主的？不，这小兔崽子！你看吧，我一直都说不要和大哥大嫂作对，你就不听。哎，是我太飘了。有没有人？管我！赵瑞，快救我！玄墨大人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带我离开！你是个废物！爹，他就是那个当年杀害秦家人的罪魁祸首。对，20年前就是玄门两兄弟以武力胁迫各大家族为他们做事，当时就是他玄墨掐着你的脖子，逼迫我透露出了秦家的信息呀！赵水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这一身的本领可都是我赐给你的，战神境界可比普通人活得更久，我对你可是有天大的恩情。谁救玄墨，就是跟我作对。谁救玄墨，就是跟我作对。爹，你可千万不能犯糊涂！你要是和秦哥作对，我立马和你断绝关系啊！我可不能看整个镇要被你拖下水。赵瑞，带我离开！我虽不爹清楚，但我手下的战士多如牛毛，我会让他们每天光顾你们赵家一遍。秦川若不可能一直保护你。爹，你听我说，我虽然是个纨绔，也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。我们赵家也确实有垄断打压的恶行，但我们可以去自首，该罚罚，该赔赔，为自己行为买单。天辰，你说你要去自首，不然呢？犯了错就得负责任呢。仗势欺人，就会欺负到你惹不起的人。改过自新，我还能正儿八经当个生意人。哎呀，你听听，他们赵家那以前也是被迫参与的，而且这其他的罪，他们也愿意自首，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呢。你就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放了他们一马。我没想弄死他们，我又不是什么7年老魔，没那么爱杀戮。难说，秦哥是不是7年老魔难说，但我是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赵天辰连武道都没入的废物，你敢？什么他妈玄门兄弟，不过就是书呆子，埋头研究几十年，找到了修炼捷径而已啊！你说什么？行吗？信不信我？废物！这赵家和玄墨不是一伙的吗？他们怎么打起来了？哎，大嫂，离我远点！大嫂，大哥他放我一条活路，我现在得图点事儿不是？这个王八蛋，20年前敢伤害大哥的家人，今天他就要死在这儿！来，儿子，咱们不是要一起去自首的吗？自首就要去，不过自首之前有些恶事还只能我这恶人来办，杀他脏了秦哥的手，杀他脏了秦哥的手。嚯，还真是先天马屁圣体呀！谢盛宴夸赞。各位战神大人，现在这个情况，跟着谁混不用我多说了吧？啊！
你们的命，你们的实力都是我给的，你们都得听我的话，只配做我的狗。敢杀我，我要你们！废物！指挥电台的废物，连几天前青云上线的季龙头都不知道，还出来混啊！呸！真是降低我们反派的智商！爹，你愣着干嘛？赶紧打电话抓咱呀！抓咱？哎，好小众的词汇啊！哎，你们过来，蹲好啊，别给人家添麻烦。秦哥，那我就不送你了。你有什么时候有空呢？帮我教训教训我们那些后辈，别让他们学我一样嚣张跋扈，走了歪路啊！妈妈说了，坏孩子会被人讨厌哦。拜拜。都走啊！我一定会好好做人，重新改过的，还会好好读书，一定。母猪的产后护理，好，出来之后我一定要成为养殖大户。没想到你还挺浪漫的嘛。没想到爸爸挺帅的嘛。这话说的，你又不是第一次见爸爸。我以前总是想，如果我有爸爸了，会长什么样呢？比我想的帅多了。豆豆，你喜欢爸爸吗？喜欢，超喜欢，最喜欢。玉宁，谢谢你。虽然现在还差一个仇人，但事情基本已经解决了，他迟早会现身的。以后，你和兜兜就负责赚钱养家，我呢就负责带娃。啊？你说什么啊？妈妈你可真傻啊！爸爸的意思是我要有弟弟妹妹了。胡说什么呀，兜兜！玉宁，我想再给你办一次婚礼，嫁给我，好吗？这不好吧？没关系，我尊重你的喜好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答应。终究还是我承担了一切。尊敬的各位贤达贵客，时光恰好，喜事相逢。今天我们怀着同样的喜悦相聚在此，见证秦卓与蒋玉宁的美好结合。接下来有请新郎入场。恭喜仙徒大人，恭喜！恭喜！恭喜啊！这么快就出来了？还没呢。战神殿看我们的认错态度良好，我代表战神殿第二天牢所有人来向你恭贺。桃儿他们还在维持治安，没空来了。有前途，等你出来，我支持你开养殖场。秦哥，不过今天这不太对劲啊，那边的人看你眼神好像都带着点敌意。我赵家以前也算是排得上号的家族，百族里面最重要的人我都认识，也给我几分面子，但他们脸很生。没事，该来的迟早都会来的，继续吧。接下来有请新娘入场。
哇，余年小姐今天好漂亮呀！是啊，能嫁给仙门好福气呀。我竟然参加了爸爸妈妈的婚礼，妈妈你好漂亮啊！傻小子，看傻眼了吧？还不赶紧把你媳妇牵走！一个未婚先孕的烂货，还真能嫁入仙门，真是走了狗屎运了。就是，不过是把自己送床上快一点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明知道我的实力还开口找死，说吧，谁派你们来的？明知道我的实力还敢来找死，说吧，谁派你们来？有种报上家族，仙途大婚，你们要不愿意来，可以不来，没有人强迫你们。多嘴的东西！余年小姐好歹是京海望族，岂有你们插嘴的份儿？京海望族，一个蒋家家主被废，病死在街头；一个赵家沦为阶下囚，还真是值得炫耀啊！你说什么呢你？见过玄玉先生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玄玉，玄墨的哥哥。哦，见过寒夏大能青玉子先生。浩上，你既然知道我，还敢在这里嚣张跋扈？我当然知道，不过你可以闭嘴了。什么？他居然敢打断青云子的讲话？他是不想活了吗？青云子可是渡劫期大能，他怎么敢的呀？命石，没错，人死灯灭。在来之前，我在某个地方邀请了1万个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，只要我一死，我的手下们会立刻给他们。你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我要秦卓杀了蒋玉宁、赵天辰，还有你的女儿。什么？玄玉，你脑子坏掉了吧？玄玉，你脑子病了吧？神经病！坏人你这坏人，我爸爸才不欺负我！你没把老夫放在眼里。青云子，收了你的神通吧，别装了，不会杀我的。豆豆是我孙女，玉宁是我儿媳妇，浩生，你也太狂妄了！修炼界，越是修为高，越不能干涉世俗。要是杀了我，1万个孩子也得死。这因果大道，你承担不起。我要是没有准备，我怎么敢过来？青云子，你不敢杀我，你要是杀了我，你就晋升不了，甚至还会反噬降低修为。来呀，动手啊，杀了我！我师父不敢，那你觉得我敢不敢？也不敢，因为我抓的女孩跟你女儿相仿。你果然不敢杀我，好人就是把柄多啊！你无耻！你比我还无耻！秦楚，我弟弟不会白死的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，让你们秦家死光也要背上千古骂名。骚魂！我竟然找不到那些孩子的踪迹。青云子，用灵魂探查我，当然不行，因为连我也不知道那些孩子关在哪里。儿媳妇儿，我不方便出手。我如果是魔修，杀心便是道修，倒是可以。可是，爸，你别说了，我们也不可能一辈子啃老。孩子，豆豆，
秦卓也不是有意要让你们陷入这无妄之灾，他也是一个受害者。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不必说这些。不管他背后有多少敌人，我都不会怪他。这种事，当我知道他有通天的本领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做好了准备。老婆，你倒是做好觉悟了呀！臭女人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沈玉，去死啊！为你老公考虑啊！沈玉，虽然不能弄死你，但是我有100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。废物！大刀，快起来，没事吧？卑鄙小人，就算弄死你被反噬又如何？受死吧！什么？仙徒不要！我的孩子被带走了，他是无辜的呀！救救我家孩子！救我！求你救救我家孩子！救救我家孩子！救救我家孩子！求你救救我家孩子！救救我家孩子！小心！那人质里面还有我的孩子呀！对，还有我的孙儿，我老张家一脉单传，求你了，秦先生，不要冲动。各位家主，你们要是不处理这个人渣，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人受害的。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人这里又没你的孩子。这玄玉这王八蛋跟我们抽逻辑题，一辆火车撞死5个人还是1个人，这根本没法做选择。难道你们真的要秦卓杀死自己的妻儿吗？可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呀！老公，好，做不出选择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给我弄死他！什么？我？在座的听好了，秦卓，只要你弄死他，我就认输，我就放了所有人，如何？眼下只有这么办了，行吗？哥，别听他的。你怕什么？你怕我弄死你啊？放心，你已经接受了公平的审判，我是不会伤害你的。秦卓，你什么意思？都给我退下！秦卓，你要干什么？别怪我没给你机会，只要你杀了这个纨绔子弟，我就说到做到。你想让我滥杀无辜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能如你所愿了。你就不怕？够了！睁大你的眼睛，看清楚！元英，我在等元英救人，你在等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什么时候？道高1尺，魔高1丈。你以为笼络人心，能掌控全局？实际上，你只是一个没有眼界的小丑而已。下地狱去！接下来，这怎么可能？爷爷，爸爸怎么了？他应该是得到了某种本源力量，才会如此的变强。青云上仙，你不会以大欺小、插手小辈的战斗吧？都快大结局了，你还指望着天花板出手呢？瞧不起谁呢？你怕我师傅，我还怕丢人呢。秦卓，说实话，我还得感谢你的女儿。
我从你女儿的发丝里提取到了你们的本源天赋，只是过程有点费力。但是现在我已经得到了超越你们父女二人的实力。所以呢？所以跪下，任我宰割。做不到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在座的各位家主们，今儿我给各位家主表演一场精彩的决斗吧。来吧，你我一战。秦卓，我有你的天赋，甚至你女儿的天赋比你更强。如今我两者合一，还有众战神的气血献祭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给我跪下！不跪！找死！老婆，走捷径，偷我老公和孩子的实力，欺负人，我们夫妻双打不算不公平。爸爸，你还有我呀！秦家找你，秦小青和你一战。真是好消息啊！秦家又要振兴了。坏消息是一门三废，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路。这谁废物？老子手到山，你给我老公孩子道歉！打你，坏人，打你！单挑没打赢你，我很没面子，知道吗？我飞虎掏心，泰山压顶，乌鸦坐飞机，去死吧你！加油，加油！打你，坏人，打你！加油！气死我！老公，你辛苦了，晚上回去给你做一个生蚝韭菜枸杞汤。是得补补了，这小子狂得没边儿了。不讲武德。妈妈，生蚝韭菜枸杞汤好喝吗？小孩子不能吃。嗯。